茨廠街經常被稱為吉隆坡嘅中國城、唐人街。不過啊，當我哋行入去之後呢，反而係好少見到明顯嘅華人面孔。如果有呢，大概更多都係好似我哋呢啲咁樣嘅遊客啦。街道呢就並唔係太闊，兩側密集排列住攤檔。經營者之中呢，馬來人同埋印度人嘅面孔呢就更為常見啦。攤檔售賣嘅大多數係衫褲鞋襪啊、手袋之類嘅低價商品，地方特色咧就並唔鮮明啦。我喺呢度睇到唯一一家華人嘅商鋪，可能就係呢一檔賣芝麻糖嘅小店啦。某程度上啊，佢更似係香港嘅女人街或者係鴨寮街，而唔係一個仍然以華人日常生活為主體嘅社區。其實啊，呢個正正係吉隆坡華人社會演進嘅一種結果。華人嘅資本早已經從呢一啲老舊嘅街巷走向咗雙子塔同埋現代寫字樓嘅商業空間。至於呢一條曾經開埠嘅舊街，就成為咗更多外籍勞工或者係觀光客嘅活動場所啦。呢個或者就係一種經濟版圖轉移後嘅自然分工啩。不過啊，呢條街嘅街名呢，就係同吉隆坡嘅開埠歷史緊密相關嘅啦。19世紀末啊，吉隆坡嘅第三任甲必丹葉亞來呢，就曾經喺呢一度開設瓷粉廠啦，街道因而得名。更早之前呢，呢度係華人礦工同埋商賈聚集之地。廣府人同客家人之間嘅衝突，亦曾經喺呢一帶爆發。喺大火之後呢，街區先被重建。吉隆坡嘅早期秩序就正係喺咁樣嘅衝突、重建、協商之中逐漸形成㗎喇。